我稍微再补充一下，大家刚刚就是前面几位都有讲到的祭典这件事情。其实光是祭典这个名称，我们中文就叫祭典，可是在各族群，其实我们的称呼都不太一样。像阿密斯的话就叫以利信，那像台湾族的话，马鲁克。对，完全不一样，对不对？而且我们这边还特别做了这个板子，要让各位能够清楚明白说，其实我们真的一篇不够。大家可以看到，我以阿美族的那个赤铜部落来讲好了，阿美族也不是只有赤铜部落哦，阿美族有好几个部落。那这是其中一个赤铜部落，你看他从第一篇的巴格拉纳，就是要杀猪，然后要分食，然后甚至要送去给老人家，给他们吃饭。然后第二天的时候就开始海祭，那3天2夜的在海边举行祭典。那年轻人呢就要跟老人家学习怎么射鱼，怎么采集。那个采集的方法也都是要靠祖先传承下来，或是长辈告诉你说那边有浪不能去，然后哪一颗石头有重要的什么贝类或是鱼类可以去那边采集，这个都是要在那个时候要传承给我们的下一代，给我们的青年的。那海祭结束之后呢，我们还会有一个巴莱赖之前还会有年轻人，就是因为自己的爸爸跟哥哥都在海边辛苦射鱼采集，所以我们要送酒送饭给他们，所以我们就会在家里准备，然后去送酒送饭给他们。然后在这个过程里面呢，我们的哥哥我们的爸爸他们就想说啊，妇女很辛苦了，好，我们这边采集过来的海菜跟贝类鱼类，我们就大家一起来吃饭这样。那中间还会有一些娱讯节目，我说的娱讯节目是这些青年们看到长辈在现场的时候，他必须要娱乐长辈，所以他会在现场可能演行动剧啦、唱歌啦、表演等等等的，这样如此重要的传承的东西，你说一天够吗？真的不够。所以你看，一直到第6天的时候，我们妇女还要晚餐，因为他们在最后一天的时候辛苦，就是有准备很多丰年祭的事情。那一样像5年祭也是啊，你看他必须要祈福，然后要除税，要迎灵，要刺球，最后还要送祖灵。这个不是1天2天就可以做得到的事情，这是一个很慎重的事情，是全家大小、老老少少都要一起出动的事情，这就叫做文化传承。就像各位也会反对现在的课纲对自己不公平，对自己的历史没有交代一样，我们现在在做的就是这样的事情。谢谢。